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心裏有數唔快嘅。好啦，前面咧內欄大約尾4到啦，有天下寵兒啊。後啲嘅馬匹啦就大眾快驅，心裏有數啊。暫時殿後係運來5寶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放嘅馬咧就跑得好快嚟嘅，跟住響第2位咧就日日獎響中間，外邊黃山就福國寶第3位，中間第4就運來勇士啊，第5位外邊冚㗎嘛，有順善波大面箍啦，揈出去外邊橙色眼罩星火燎原啊，等入邊呢，咁啊仲有起行啦，馬林後邊先叫啲天下寵兒金多喜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跑得好快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中間追上嚟㗎嘛，有順善寶，出邊星火燎原啊，後多層仲有金多喜，最出嗰邊係運來5寶嚟㗎，最後100零米，星火燎原佔先，順善寶第2位，出邊運來5寶衝上嚟好勁啊，接近終點星火燎原贏啊，跑第2名，運來5寶呢，就喺外邊追上嚟。咁啊埋邊係順善寶，中間夾住金多喜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星火燎原，寶馬贏翻場啦，外邊。